你一定聽過嘅，叫工業革命。當人哋喺度搞緊科技嘅時候，你喺度搞緊鴉片。工業革命嗱，我唔會同你講工業革命係啲咩，但我話俾你知佢做錯咗啲咩，但係同我哋有啲咩關係，好冇？第一樣嘢工業革命，第二樣嘢係咩？整炮、文化啲、軍備競賽。軍備競賽8個字，工業革命、軍備競賽。好嗱，總結完去廁所好冇？總結完去廁所。你知唔知道喺呢個時代，各位呢度，你知唔知道喺呢個時代，我哋嘅工業革命同埋軍備競賽係咩啊 ？AI 加自媒體。講完。如果你今日 AI 加自媒體 ，OK， 你隔離嗰個喺度不想消費，咁恭喜你，係啊，你將會好強、好強、好強。你會強到不得了。然後我同你講多一樣嘢，嗱，我唔知你有冇做過生意，或者你嘅思維係點？呢個風口期係得呢2-3年，因為2-3年之後，嗱 ，Derek 記住，2-3年之後，想入行嘅人追你唔到。你明唔明我講咩？你2-3年之後想入 AI 嘅人追你唔到。你知唔知我啲同事唔喺度。你知唔知我叫我啲同事咧，佢6點收工，你知唔知我5點鐘叫佢做咩啊？你估啊？我5點鐘叫佢，我話你5點鐘，每日5點鐘放低晒你手頭上面嘅嘢去學 AI。公司俾錢你去學，然後你星期5 report 翻俾我聽，等我知嚇，認真嘅我係85%。成個人生加公司嘅資源時間85% all in 落去 AI 度，係啊，起多少少底好冇 ？Percy Sir 間公司大概啦好冇？一個月咧過7位數字嘅，即係100萬咯，咁難計咩？係啊，一個月你計到噶嘛？我上場 Zoom 200人，你俾幾多錢我啊？係咪？你計到噶嘛？好冇？咁我亦都講咗好多次啊！嗱，大家一齊背一句好冇？嗱，錢咧我就收咗你噶啦。下一句係咩啊？使晒噶啦。下一句咧？係啊，唔會退俾你嘅。嗱，呢啲咪我啲學生咯。係啊，但係我有2個選擇，一個就係割你韭菜 hea 你唔理你，係咪？我錢就收晒噶啦，我唔會退俾你噶啦，冇可能噶。OK？但係另一方面，我可以做一個盡責任嘅老師。去話俾你聽，我認為最好嘅方法同埋路徑點做俾你聽。錢你俾晒㗎啦，我唔會退俾你嘅，好冇？你哋做到幾多就係你本事。喂，快啲請坐。好，嗱，去到呢度，咁我哋依家10分鐘時間去一去廁所，然後我哋翻嚟就拍2條片，好冇？翻嚟拍2條片。嗱，麻煩對一對錶，我哋8點25分要翻嚟啊，準時好冇？呢度，工作人員帶一帶廁所，唔該。8點25分。可唔可以用路呢佢啊？即係我出嚟嘅。暫時停一停佢先啊。點？同你停？係咪同你停啊？係啊。係咪啊？係啊。